是大家爱斟酌看，这是一个70岁欧巴桑为2年前起，不三时就头晕目暗，看医生、心经内科拢无效，找无病无，才来当食晕车药来控制。上尾看心脏科，才发觉讲原来是去治到下心症。医生解释讲，病人的冠状动脉硬化时，就会引起到心脏的血流未顺，有5%的病人就会出现头晕目暗的症头。 随时感觉家己都强要倒落去，有时阵阁无法度徛好好。70岁陈老太太，互头晕来困扰2年，原本就是宫型的毛病，阁食2年止晕的药啊，但看真侪耳鼻科、神经内科，拢找袂出原因。最后来心血管中心看医生，经过检查，发现这个查某人这边的动脉较下尖，心肌下壁的欠血，较认是协心症。头晕怕跌倒。 所以就是一直都在家里，没办法从事这个户外的一些活动，就比如说去菜市场买菜啊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怕像这个猝死啦，心肌梗塞啦。无家族的病史，想袂到既然是心脏的问题，但是因为这边心脏的动脉一旦发生下尖，也是塌掉，就会造成心脏的血流袂顺，互心跳变较慢。有80%的病人会出现胸腔杂杂、胸腔痛，10%的病人会有腹肚痛。 阁有5%会出现头晕的症状，甚至嘛有人无虾米状况。右冠状动脉是影响供应到右心房动脉的，那会就是我们的心房心室跳动，心跳变慢，那突然会头晕一样，就是血打不到这个脑部里面。尤其最近天气反冷，血管较容易收缩。这1礼拜嘛增加2成的病人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来病院看医生。医生提醒，特别是出现头晕的情形，要经过检查，排除是戆晕也是神经问题造成的，建议就要来心脏科检查，以免伤慢治疗，会有死亡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